为明年开始，新的大楼厝顶拢要安供电系统。有立委就呼吁，应该嘛要设置欠电的设备，会当家己发电、家己用。然后能源局是表示，目前是无限制袂当安欠电的设备，不过消防署嘛要讨论相关消防安全的指引。立法院今年通过再生能源发电条例修正案，明年开始强制新起的大楼厝顶爱起太阳光电。立委呼吁政府推动自发设置独零设备，鼓励自发自用。建设部另外局讲，有关家用独零的设备，即阵无限制袂用安装，也过安装了后的安全规范以外有待订定。目前初步消防署认为大的都没有问题，应该小的会更没有问题了。那不过外界我知道关心的是说，要不要针对小的特别去订一些规范？那这个可能消防署他们还会继续做研究。家用储能呢，应该要经过一定的安全检验合格，而且这些产品是可以符合设在家庭使用。那目前他们一般的规范是要设在外墙，而且不可以设在有人员居住使用的空间。经济部能源局表示，即阵国际上应用分散式电源发电的情形，开始推动家用独零系统的设置。主要目的是厝顶型的太阳光电，结合家用独零的系统，达到完全自用自发的目的。不过，因为台电电价较低，要达到安装家用独零系统的诱因无大。不过，专家提起，独零系统大部分是磷酸锂铁电池，要考虑安全性。如果大楼需要自给自足用电的话，就必须建设储能电池。但是呢，储能电池现在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磷酸锂铁这一类的电池呢，在安全上确实还有顾虑，所以呢，政府也应该要制定相关的电工法规，来规范大楼建置储能电池。专家呼吁太阳光电要结合独零系统，虽然可行，不过政府依然要尽紧来制定相关的电工法规，才法度确保使用安全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